三义洞爱心协会伫每当岁末年终之际发送物资，至今已经卖入第15档。布施的范围遍布台南市37区，活动得到真侪公司团体认同，纷纷加入赞助行列。参像是安平5期商圈、大府城长寿会、大府城就业服务协会、大府城木球协会，也拢到场协助发送。三义堂从1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种岁末布施的活动。那我们每次的活动的日期就固定在农历12月25。那我们的发放的对象就是由社会局发放名册给我们。那目前是开放第一款。那我们会如果说，因为我们有准备了1200份，我们会陆续把这1200份把它发完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各界能踊跃来共襄我们这些盛举。那我们特别感谢银钱建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银泉，还有大府城长寿会，他们都是我们一些很支持的单位。尤其亚情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英权，更是连续5档赞助活动，这次更是带领公司的同仁到场协助，出钱出力，使人感动。北区区长李煌生也代表市府来致敬感谢状，感谢三义堂以及所有爱心单位的温暖关怀。今日真欢喜来到咱的三义堂这边，以三义堂每档拢有来帮助到咱周边的区啦，咱中西区、北区的弱势的民众，所以伫咧遮呢，我也代表咱北区来感谢到咱三义堂的义举。这边特别来感谢讲咱影钱建设公司咱担当的每一档拢大力的赞助，通常拢出钱无看的人，今日非常的荣幸啦，会使来实在咱担当的，我嘛真感谢伊的善行义举，互咱弱势咱这个朋友会使伫这寒寒的冬天感受到咱社会温暖。回归社会伊只话较平衡的，希望我企业家当来使大家共同因遮加用我头起来。这次关怀对象是台南市37区一款家受理户，总共1200户。三义堂爱心协会结合洁净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、宇臻开发有限公司、上头实业、天籁资本股份有限公司、成功大学企业协进会、安平嘉安 Kiko 金色、英空古丁茶坊、中信房屋、安平完结海鲜、日习太阳能、晴海民宿。还有导演黄仲玉等20外单位共同发起赞助，为了就是要让弱势朋友伫岁末年终之际，感受到社会关怀甲温暖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